花絮内容来看，青年的编舞家黄奕黄奕的创作长路，这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等等单位三馆强制计划头一届入选的作品。这个舞者伫下细舞台顶表演人生百态，用技术克服旋转舞台超高难度。进前伫国家戏剧院首演过，所来5月份会伫中南部演出。 舞者伫台顶咧跳舞，看一个真圆形舞台过会细，速度是有时紧有时慢，舞者嘛对咧走震动。这是青年编舞家黄奕的作品《长路》，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三场馆共同制作计划头一届入选作品。利用舞台音乐、灯光科技结合舞蹈，搬出人生的经验。舞台的 动力的惯性，它其实是需要很精确的计算。可以试想说，你在跑步机上面的时，一边跑还要一边跳舞，然后所以有时候舞者会被摔出去。这是另外一个挑战，就是你每一次的上去除了专注之外，你的确定要很重要，不能有一点犹豫，可能就下错出口或者下错道，你会影响到别人。 因为旋转舞台和表演变得更加困难，都要透过数位定位来克服，甚至有高难度探起的动作，更加互人赞叹。2月份结束台北演出了后，5月将会伫台中国家歌剧院、甲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巡演，邀请观众见证旋转舞台上的人生百态。